各位觀眾，大家有中意平時畫下畫、遊山玩水咁呢？嗱，呢一個露台呢，就可以講係佢嘅利用空間同埋想像空間呢，就非常之大啦。好似呢度咁啦，你可以畫一幅對住呢度呢，畫一幅油畫、山水畫。哇！呢一個景觀真係不得了喎，靚到係嘛？你亦都可以喺呢度呢做乜嘢？擺翻個美式喺呢一度呢篤下波，同埋你中意打牌啊，喺呢一度呢砌翻一兩台都不在話下。嗱，今日呢就同大家介紹翻灵海雲山234平方嘅大平層，7500蚊一平方，係啦。咁啊，首先肯定唔少得要介紹佢呢一個王牌露台，接近30平方，29點幾平方嘅一個超級大露台，再加埋今日落完雨之後呢一個景觀視野嗱，咁啊呢一個屋苑呢，我哋同大家介紹下佢有啲咩配套啦。咁啊，首先會有一個300畝嘅一個天然水庫，最主要呢，佢右手邊呢一度呢，仲有一個成個有機農場，即係佢呢個農場呢係做乜嘢呢？全部種有機嘅蔬菜，你自己可以落去摘啊，嗌佢配送嚟又得，直接落去嚇，即係見到乜就摘乜，全部都係有機嘅啊！包括佢嗰度呢，亦都有啲果園雞啊，喺度捉啲雞湯嚟食，都係幾正嘅。再加埋呢個屋苑呢，有埋山泉水，成個都係綠色生態嘅咁樣嘅一個居住嘅環境。遠景前邊仲可以望到非常之靚嘅一個海景嚇，景觀視野嚟講呢係非常之靚嗱。今日咧就同大家介紹翻一下佢嘅來龍啦。呢一個234平方，亦都係而家比較流行嘅叫做4代住宅啊。咩叫4代住宅呢？嗱，同大家詳細咁樣介紹翻。咁啊，4代住宅肯定第一個咧就要舒適度高、大贈送，同埋咧隱私度一定要強。呢一度咧就係 lift 啦，你一出嚟。嗱，大家有冇發現？只有你一戶人家嘅就喺呢度，專梯入戶，然後呢一個入戶前室16-17個平方，完全都係你自己去用，你唔需要話喺呢度擺翻個鞋櫃嗰方面，你唔需要擔心話咧個鄰居會唔會介意？No， 呢度只有你呢一夥人家，互不打擾。呢一度咧就係走火通道，咁啊成個前室你。呢度做翻個寵物屋又得，呢度做翻成排鞋櫃又得嚇，個空間咧就非常之大啦，哇就不得了啦，緊要。咁啊先一入嚟啦，咁啊呢度有個玄關位，左手邊呢一度有個鞋櫃，一入到嚟呢一度，成個客飯廳佢係一樣嘅寬度嘅喎，而大陸好多咧佢嘅大平層咧係飯廳會細啲，客廳會大。呢一度咧，佢係成個正方形咁樣噶啦，四正嘅，唔會話呢邊會細啲咁樣嘅喎。嗱，大家睇睇，哇！佢整體一個可以用非常之交關嚟形容嚇，再加埋，如果呢啲空間咁大，你仲用2.9米咧，就會顯得有少少壓抑，所以佢呢一度嘅高度咧，拓展去到咗3.15米。嗱，我哋繼續睇睇呢度餐台隔離呢度咧有個餐邊櫃啦。咁啊，平時呢一度咧嗱，擺翻個咖啡機啊，各方面呢啲係嘛？再加埋嗱呢個廚房，咁啊呢個廚房咧夠用啦。對於呢個咁大嘅大平層嚟講嘅話就，但係如果你想要拓展，佢唔係拓唔到嘅，好簡單嚇。你向呢度咁樣一延伸出嚟，成個變成咗超級大嘅廚房啦。啊，餐邊櫃仲要有2個嗱，呢一度咧就擺咗一個酒櫃，大到不得了。咁啊，再加埋呢一度咧就係生活露台，哇！呢個生活露台咧比人哋嘅主露台仲大啊，真係交關到不得了嚇。咁啊，呢個生活露台咧就肯定攞嚟晾衫啦嚇，同埋擠洗衣機啦。咁啊，我哋再睇睇呢個客廳嘅旁邊呢一度咧，佢仲有個主人房，就有一個套房，因為佢係5房3廁。嗱，呢度咧就係第一個套房啦。咁啊，呢一度咧就洗手間，呢個套房咧就睇你個人點樣去利用啦嚇，俾邊個嚇？響佢設計話咧就俾父母居住嘅，望出去全部都係綠化山徑，非常之靚個景觀，我就冇任何遮擋，而且視野開闊，係啦。
再加埋嗱呢一個廳成個開間去到6.3米啊，非常之交關㗎嚇。呢一度咧就係、露台行出嚟啦，哇！成幅畫咁，唔知大家有冇感受到咧？可能響影片裏面咧個感受會比較同現場咧可能會有少少區別嚇。現場睇話就真係靚嘅個景觀嚇。再過到嚟呢邊會有4間房同埋一個廁所。嗱呢度咧就係公共洗手間啦。咁啊可以見到，而呢度咧佢示範單位咧就設計成一個書房。哇！睇住書，辦住工，出邊嘅話就係一個山水畫咁樣嘅一個景觀。唔知大家有冇俾佢吸引到咧呢個景觀？我哋再過到嚟呢邊睇睇。嗱呢一個咧就係榻米啊，搞到佢好粉色咁啊，肯定係女仔房啦。我哋見到啦，擸埋個榻米個空間係啦。咁我哋再過嚟呢邊睇睇。對面咧就係一個男仔房啦。當然啦，呢個係示範單位佢自己佈局啫嚇，即係反正佢都係一間房。咁啊，5間房只有1間咧係向北，其餘4間咧都係南向嘅，而且個景觀係非常之靚，係啦。咁啊，而家咧就7500蚊就可以買到呢個咁靚嘅一個單位啊！嗱，呢度咧就主人房啦，哇，大到係嘛？咁啊，嗱呢塊大玻璃直望出去啊！攝影師唔該俾左右手係啦，轉一轉嗱，呢個景觀真係冇遮擋噶嚇，以後嘅景觀都係咁樣嘅。咁啊，呢度咧就擺床啦，嗱呢度仲做咗個酒櫃，呢度咧就衣帽間，1、2、3、4、5、6，哇，交關咯！再加埋呢個主人房洗手間。你呢度完全可以擺浴缸啦，係嘛？擺翻一個浴缸，呢度咧就沖涼位，2扇大明窗啊！哇，個主人房嘅洗手間咧就夠晒足夠大啦，234平方，5房3廁嘅單位，而家只需要7500蚊1平方啊！如果對呢套單位有興趣，歡迎大家隨時聯繫我攞詳細資料，亦都可以約我啊！我哋有免費專車接送大家過嚟睇。好啦，我哋呢一期咧就介紹到呢一度啦。呢一個位置咧就喺惠州灵海雲山，大家有興趣嘅話咧，可以問我攞詳細嘅資料。我哋呢一期咧就介紹到呢一度啦，我哋下期再見啦，拜拜。